空气污染敢会害死小宝宝呢？卫福部的资料讲，高雄的婴儿的死亡率是6度上悬的。去年高雄有111个婴仔来死亡，这个死亡率是5.52%。尤其是工业区的4区练等，像这个仁武、小港甲林恒，婴仔死亡率拢排进头前，是毋是就是空气污染造成的？真侪家长真担心。 高雄市的婴儿出生死亡率呢是6都第1名。那这个惊人的数字呢，是由高雄市民进党籍议员郭建盟所提出的。他在开议对市府的质询时候指出，他说107年有111名婴儿早夭，死亡率高达5.52%。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。冈山、左南、鸟松、仁武、大社，还有前镇小港，加上大寮、林园，不同程度在死亡率高于高雄平均的状况。 依照资料显示，高雄105年红婴死亡率平均的数字是0.557%，淹过伫工厂真济小港、礁城、南仔坑、公山，拢比平均值悬将近2倍。高雄市卫生局表示讲，虽然讲死亡的数字是6都第1名，淹过造成红婴死亡原因真济，不一定表示讲是空气污染，还是红婴老母住伫工业区内。 出外就是空气一定就是口罩一定要戴上，然后回家就衣服都一定要脱，这样都会有呼吸道的问题啊，过敏之类的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才会造成高雄红婴死亡率这悬？议员希望讲，卫生单位会使甲学术单位做研究，详细分析，找出真正的原因来解决问题。